晨9早，欢迎收看今仔日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主席向心翁仔某，伫台湾被指控涉嫌犯国安法的洗钱罪，被限制出境。伫台湾将近4档，高等法院这个月做出裁定，判2个人无罪，取消2个人限制出境的规定。所以因翁仔某伫早暗已经坐飞轮机回去香港。总算放心啊！10日暗时，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主席向心翁某赶紧塞行李箱，准备回香港。这一行因已经等1432天了。会有委屈吗？现在顾不上想了，先回家重要。2019年，这自称是强谍的中国查甫人王立强向欧洲媒体曝光，受向心翁某指示伫台湾做情报工作，想要介入2010台湾的总统大选。躲伫台湾的向心翁某，就安尼依照台湾的国安法起诉，佮限制出境。后续检方佮怀疑2人涉犯洗钱防治法提起公诉。检察官提起上诉所举事证，仍不足以证明被告2人确有违反洗钱防治法犯行，其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滞留台湾将近4年，高等法院这个月作出裁定，判2人无罪，佮取消2人的限制出境处分。迄时阵，香港《苹果日报》总编辑卢辉讲，把指控向心翁某做间谍情报。17也透过香港媒体公开回释咧，指出迄时阵报道内容无经过纠正调查。不过有开心的事儿，昨天这个香港那个《苹果日报》的前总编辑罗伟光登报向我们公开道歉。向心讲，等于第一件代志就是先看查某囝甲爸母，因为已经真侪年无看啊。最后进入关节区进前，伊心情放轻松，佮一手向台湾道别，总算得到自由了。记者综合报道。也那美国的国防部有公布影片，讲中国解放军继续伫南海、东海野史，战机是超工飞甲真哇，真危险。2年来已经有100架。另外，咱国军伫花莲七星潭的海岸有实施战备的攻防，这嘛是七星潭第34年后国防列做中国解放军有可能上岸的红色海报。海军中呼级战车登陆舰是放出3台 AAV7的两栖突击车，顺利伫七星潭的海沙堡登陆。麦当看到滩头有放红色的界限标。今日国防部检讨中国军队有可能对台湾两栖登陆的每20个红色的海沙堡。过去拢方认为讲是登陆的难度真悬，障碍真侪的花莲七星潭海岸。34年后国防踏入，这摆市长和经验战备表示，东方的战备准备好啊。东岸已经不是我们安全的后花园，相对来讲，有可能东岸也会变成驳火的战场，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所有的防卫都要去依据解放军现在实力的一个变化去做调整。中国军队的动作一堆，唔那是继续派军机干扰台，危险的行为嘛一直增加。美国国防部17公布一寡画面，要来抵制中国的起步空。All is part of try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 ability of U.S. forces to operate safely in places where we and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ve every right to b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不过，中国军机是忽然间正换美国飞行机的正头前，和美国飞行机只好飞过中国飞行机的尾流，和机身海甲真厉害，佮有放照明弹来干扰等等。敢若过去2冬，伫东海和南海这空隙，都已经对面200摆的危险做过阻挡。And those accidents could lead to miscalculation. We must prevent these from happening in the theater. 美国要求中国应该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避免发生无必要的意外。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讲，美国会继续寻求和中国军队建立对顶悬到下骹的沟通管道，但是美国袂防威胁，美军会继续伫国际法准的范围内，安全而且负责任来执行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受美中科技战的影响，有风声美国想要限制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去中国，这有可能会造成美国晶片的销量减少，敢会影响咱台湾的台积电。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咱台湾半导体主要是替国外 IC 设计美主做代工，全球 AI 晶片即马拢在欠货，所以对咱台湾台积电影响应该无大。
坐电动车马都比现身，鸿海董事长刘荣伟和飞达创办人黄仁勋是做伙出来，一路车就变做全场的焦点。鸿海科技28举行，刘荣伟讲，鸿海研发的架轨卫星已经完成装箱，按算11月升空。黄仁勋徛台嘛，学到鸿海伫4号气能液体整合技术有领先的地位，心情敢若无受到美国金属晶片出口的影响。It's a beautiful car. This is an ideal car for a young couple like Young and me. 美中的科技战是愈来愈热，美国传出讲国宣布禁令，计划要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或进一步限制出口去伊朗和罗西亚这个国家。5个点名回答 Intel 和超微这美国大厂，更加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尤其回答则拄推出弱化版本的 A88和 H88晶片，符合美国进前同意出口去中国的规范。新规定会限制这2款晶片出口。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讲，新规定是要控制袂互中国摕到美国的人工智慧这科技去做军事发展。美国的政府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拖累中国大陆在 AI 领域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发展。所以说，中国的晶片厂商未来就不可以投片到台积电。另外，新规定佫甲先进晶片的出口应该摕到许可的要求，扩大到40外个国家。美国想要来全面封堵先进晶片透过第三国输去中国。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是透过声明批评新的规定对提高国家安全无帮助，颠倒会损害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曹反映讲，美国晶片销量恐惊会落，会影响台积电和其他晶圆代工的大厂。买主要去决定说要卖给谁，所以第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是在买主。那我们是一定会follow这个相关的规则。王美华讲，台湾的半导体主要是替国外 IC 设计买主做代工，买主来决定要卖互谁。加上全球 AI 晶片是做卖互卖，对台厂的影响是无遐尼直接。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国道3号台南北河这个路段，昨昏有一架奥多摆徛去高速公路顶悬，佮颠倒向，伊徛伫内线的车道，互一台修理车弄着，徛奥多摆的人当场死亡。台南市的消防局伫昨暗要5点外时有接到报案，讲有一架奥多摆徛去高速公路，佮颠倒向，尾也是互一台修理车对正面弄过来，徛奥多摆的人互缀伫车卡，救出来时已经不幸过往。SBL 球星吴桂英洪指控拍假球，而且佫指控讲涉嫌长期配合抓头。检方昨昏甲伊叫去到案说明，尾也是以25万交保。篮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伫昨暗开会，已经注销吴桂英球员的资格，要甲伊赶出篮球界。要合着超级篮球联赛如同拿第一的球员吴桂英，表示签缴拍假球，18号检方传唤。警方去客家通知，所伫现场拢找无人。经过电话联络，吴桂英表示，因为心情歹，无想要回去，就困伫信义区的旅馆。假球案哈，因为它也涉及到诈欺哈，那这个具体的个案呢，那这个承办的检察官呢，他就会依照刑事诉讼法进行所有的一个相关的处置。吴桂英等等一举一动拢被指控经过设计，以及自家朋友私下通信，家己讲配合组头控粉或者是放水，一场比赛用赚30到50万。伊伫网络发声明，回息咧讲是做不良的示范，不应该黑白讲生笑，讲非法比赛行为，关于配合调查，搁接受球团处分。如果认定他有不当行为的话，可能会申诫罚款、提告、禁赛、停权。吴桂英今年6月为自强特地节转战台北分霸，台北球团回应，马上停薪停止所有的活动，若不法的行为是事实，马上开除。检方先后指定75万交保，拿协10月暗时开纪律委员会。针对吴桂英涉嫌拍假球和交保的代志，决议照定出办法，注销吴桂英球员注册，各联名永远免录用，而且各赶出篮球界。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是差不多的。东北季风减弱，敢若东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雨。咱同齐来看温度。
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侪分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伫东部、恒春半岛有缘有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会落短暂阵雨。过到了后，南部也有山区卖落13啊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咱全台湾各地低温是22度至26度，高温有28度至31度。也毋过对明仔载下晡开始要提醒乡亲，东北季风阁会转强，所以伫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可能拢会上局部大雨，中部、南部会落短暂雨，各地温度嘛拢会阁下降，温差会变较大，乡亲就要小心。在关心性型现象加上全球暖化，巴西的亚马逊地区出现酷旱，造成武林部落水路的交通拢未通。即马已经无水未通了哦，假设水资源拢无法度去运送啊，正水海底嘛已经死亡。当地政府是表示，这场酷旱已经影响48万人的生活，而且酷旱有可能会到年底。土地逼起，河嘛拢打起。巴西亚马逊地区今年是拄着真严重的酷旱，荷兰美洲第一大河亚马逊河的水位是降到世纪的新低点，干那13.59公尺，这是1902年有记录以来上低的水位。Nunca vi o Rio Negro estar nessa situação. Ficava baixo, mas não aparecia assim, ao ponto de a gente andar até de moto. Se quiser até andar de carro, é possível aqui, andar aqui. 规条河拢无水，毋但河船拢靠搭伫遮，水道交通拢断去。河林较内面的庄仔头，即马嘛无水无食米，正需要外界提供物资和医疗帮助。É desafiador para as comunidades, porque aquilo que as comunidades não produzem, que é alimento, é o que mais nesse momento é necessário. Assim como a questão de medicamentos, né? A gente acabou de ouvir das pessoas da comunidade o receio de ficar doente, o receio de precisar de um atendimento e ter dificuldade de sair. 气候变迁加上性型现象，这场创纪录的酷旱已经影响到48万1,000人的生活，嘛互河林的生态受到真严重的破坏。因为河水的温度一直起哩，150度要断整的亚马逊刺龟是拢总热死。但毋但呢，巴西科学部暗算这场酷旱至少会到12月，到时性型现象的影响会更较明显。公司新闻港文编译。世界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有一个较侪岁的查甫人，甲较少年的牵手，因离婚了后，这个查甫人是指控伊的太太在结婚的期间，人工受孕有生6个囡仔，也毋过因讲这6个囡仔拢毋是伊的囝。经过亲子鉴定，即马证实讲这6个囡仔，因为因咧牵手甲精子调包，所以拢甲这个查甫人无血缘关系，所以提出告诉。也毋过法官即马是依照人工刑事法，认定讲这个查甫人这提已经超过3年的追诉期，所以驳回伊的诉讼。继续关心联合报，健保署伫进前有严格审查短期住院，嘛造成一寡癌症病人已经领无商业保险的理赔。保险公司即马是认定讲，一定要有真正住院才会当全部理赔。啊，若健保署甲金管会后来有协商，健保业者即马拍算嘛放令，讲未来癌症的病人若是用健保短期住院，愿意赔2成至3成。来看自由时报。行政议会伫今仔日确定会通过政治档案条例甲国家机密保护法的修正草案，配合扩大解密政治档案，会甲提掉永久保密这个规定，会改做定期检讨敢有保密的必要性。继续关心台积电有证实讲要退出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的扩建案，也过国科会表示，政府也是继续推动这个扩建案，卖和当地人继续参详。国科会嘛强调讲，台积电上先进的制定一定会留在咱台湾。即马有真侪其他的地方政府拢欢迎台积电旗下设1.4奈米的厂房。我龙潭科学园区一期青片片土地是3期扩建预定地，将近160公顷。不过，台积电已经表态，伫现阶段条件之下，无去考虑进驻用区3期。虽然唔知台积电要退出的国科会，敢知影退出的理由是甚么呢？台积电它是一个国际级的公司哈，是，它也不希望因为它自己一家公司的发展，让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居民有一些这个不谅解哈。10月底起，国科会主会吴庆忠到立院备询，表示未因为台积电退出就停止龙科3期扩建，强调目前只是先导计划，若要开发到116年才会定收土地。立委也关心台积电1.4奈米厂，敢才是退出龙潭咯？我们还会持续跟居民一起来沟通。那台积电还有机会来吗？
那个要靠大家一起努力。大家是国科会还会继续努力吗？当然。那你们希望他到哪里来？这个我袂当讲，你袂使讲，我嘛唔知影安讲。好，事实上要取决台积电。中科。下届到台中园区1期、台南园区3期，也是桥头、南溪园区。高主委并不表示，只强调台积电上先进制定一定留伫台湾。在经济委员会出现高雄立委，区指挥是大力欢迎到高雄，爱经济部确认未欠水电。现在高雄的供电状况是相对来讲比较充裕。稳定，企业要投资，一定要获得政府的承诺，供水供电没有问题。要国家己屏东县首长也跳出来积极争取。另外，因为台积电退出桃园，引起政治对手批评的市长张善政是呼吁唔通加做，只存政治吹烂。产业发展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大计，非常严肃的课题。要沦落到政治口水，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反龙潭园区扩建的自救会呼吁提案，19要过去地区管理局抗议。另外一点是南美厂未来会伫什么所在？台积公司甲国科会已经拢讲会继续合作评估适合的用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以巴战火，美国总统拜登有去以色列访问，已经结束访问的行程。拜登嘛讲，加沙病院轰炸是因为加沙的武装分子火箭弹误射的结果。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即摆有同意讲，因同意会当互人道物资会当通过埃及送入去加沙地区。若即摆真侪大国家拢有谴责加沙病院轰炸爆炸，造成500人死亡这个案。也若全世界反对以色列的情绪，即马示威是继续的扩大。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承诺提供加沙甲西方1亿美金人道援助，强调犹太族的手法对病院爆炸案用恐怖分子的字句。纳坦雅胡伫坚持人道物资，卖回以色列紧急的底线之下，应接到埃及，除非哈马斯释放人质。My message to any state or any other hostile actor thinking about attacking Israel remains the same as it was a week ago. Don't. You are a Jewish state, but you're also a democracy. And like the United States, you don't live by the rules of terrorists. And when conflicts flare, you live by the law of wars. The vast majority of Palestinians are not Hama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ve seen to date, it appears the result of an errant rocket fired by a terrorist group in Gaza. העברתי בפני הנשיא ביידן 3 דברים. אנחנו דורשים ביקורים של נציגי הצלב האדום אצל חטופינו. שלישית, לא נאפשר סיוע הומניטרי של מזון ותרופות משטחנו לרצועת עזה. 拜登这段本来是平息这地区的不安局势，不过在病院爆炸案了后，约旦取消甲埃及甲巴勒斯坦的峰会，伊伫登去美国的中途伫空中1号顶悬干讲电话。去一天加沙继续传出更较侪爆炸，被公布病院被炸的影像。巴勒斯坦人认定就是以色列做的，以色列了后公布无人去为民自称，怒火伫中东滚架。西方埃及、突尼西亚、约旦到真济欧洲大城，比如伦敦、柏林拢有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支持哈马斯。以色列死掉伊朗是讲出真坏话。پایا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伫黎巴嫩贝鲁特北部，美国大使馆有示威抗议，一切自阿根廷大使馆外口接到炸弹威胁。为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到俄罗斯总统普廷等世界各国领导人拢谴责爆炸案，不过拢无讲要追究责任。公司新闻恩文人朋友。中国“一带一路”峰会18开幕，有130个国家和组织做伙参加。俄罗斯总统普廷嘛有参加，而且还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因两国拢讲要继续深化合作的关系。也若针对以色列甲哈马斯即马冲突，有可能会影响中国伫中东的规划。即马就风声讲，中国按算伫即礼拜会派特使去中东去前线敲切停战的代志。俄罗斯总统普廷17到北京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峰会，是对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开战，也有普廷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以来，头一摆访问非前苏联的国家。18，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普廷进行1对1的会谈。习近平讲普廷是老朋友，并且讲两人过去10年，前后见40礼拜，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甲真深的友谊。中国甲俄罗斯去年的贸易额达到1900亿美金，双方友谊搁再深化政治甲经济合作。普廷也讲到北方航道。Уже со следующего года навигация для грузовых судов ледового класса на всем протяжен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станет круглогодичным.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战略协作密切有效，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正不断朝着我们共同确定的2000亿美元目标迈进。顶开峰会时阵，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正伫交战，也为中国伫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带来忧虑。尤其是附近的波斯湾国家是中国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有40%以上原油是对中东来进口。以下冲突会造成区域局势不稳定，恐惊影响全球石油甲天然气计价。中国这礼拜派出中东部队特使特巡到冲突的所在，希望出行相互协商。翟俊特使此次访问旨在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敦促有关方面停火止暴，推动局势降温，给政治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长期以来，拢甲伊巴双方有联络的俄罗斯，真正伫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人道停火，不过因为无牵制哈马斯而遭到否决。另外，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10周年，中国经由输出基础建设来纠集盟友，甲影响力延伸到东南亚、欧陆甚至非洲。不过，超过1/3的"一带一路"投资计划，并无替相关的国家带来就业甲劳力。反倒当时助长地方政府的腐败、加重环境的问题、北下劳工，也有无在条型的贷款。公视新闻梁间编译。镜头来去印度，印度最高法院伫17日时作出裁定，拒绝让同性婚姻合法化。最高法院首席的大法官是表示，定法律这是各国的工课，这是各国的职务。若裁定出来了后，未少 LGBTQ 的族群拢感觉真失望。最高法院裁定出来，同婚支持者是真失望，因为印度最高法院17针对同性婚姻合法作出裁定。印度首席大法官指出，合议庭对爱管制到什么程度方面有一定的共识甲无共款的意见。最后5位大法官以3-2拒绝裁定同婚合法。Part of me definitely feels let down, and because there was this tiny hope inside of me, which was like, oh, you know what, maybe the CJI would, because he was in favor of LGBT, he understood the LGBT issues, he wanted the right to marry for us. 印度最高法院收到21份请愿书了后，今年4到5月开真一场听证会，审理同婚合法的提案。请愿者认为，即卖婚姻法剥夺同性结婚的权益。不过，印度政府强调，婚姻只存在伫生理男性甲生理女性之间，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只代表都市精英的理念，甲宗教价值是相违背，宗教团体也反对。There were some opportunities today, I believe, that have been pushed off to the legislature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made their stand clear with regard to marriage. We hope that their committee will ensure that civil unions are recognized. 为5位大法官总共写4份判决书，就因看出对这议题意见无同。请愿者虽然失望，不过也表示会继续推动运动，希望早日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和乡亲做伙来去看世界。以巴冲突情势抢悬，伊斯兰合作组织即马当地沙特阿拉伯召开紧急会议，伊朗的外交部长就呼吁所有伊斯兰的国家爱谴责以色列，应该针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的禁运，包括切断因的石油，嘛爱赶走以色列的大使。继续关心澳洲国防部长伫2023年的南韩国防对话发表演讲，伊讲北韩还有以巴冲突，还有俄乌战争。伊即马表示，中国大海嘛发生冲突，安尼后果会真严重。澳洲袂使干那看热热，所以呼吁各国拢爱合作来度过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来关心俄罗斯的总统普廷10月17去北京访问，俄罗斯的外交部长10月18要去北韩访问。俄罗斯国防部即马宣布，因有派2架轰炸机伫日本海的公海飞7点钟，那真像是咧监控美国和日本。日本嘛表示，因嘛有随派战机飞去咧天顶应用。镜头转来，咱来关心选举，来关心南北合。两个参选人，毫无犹豫甲
郭文哲即马拢是透过媒体的发声，好友伊即马是要求郭文哲爱先甲中华民国放头前，爱做出对中华民国有利的决定。啊，那郭文哲是爱好友伊放较轻松咧。虽无两个人即马拢有意愿讲要当面讲。啊，毋过郭文哲是表示，伊认为甲国民党的合作是真复杂，伊嘛讲总共甲郭台铭合作应该较简单。也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新北市三峡的公庙拜拜，嘛咧拼民进党立委的选情。想跟他说一句话，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利中华民国，也要利个人。我有一说 ，Take it easy。那配合卡条咧，好友与国民体的领袖论坛演讲，也是经济后王不见王，当然先互相画下，将风景班对如何产生上强候选人有完无共识。后班提出这种方案，民调民主初选并行，外班用步道加紧速度拒绝。啊，不过两人好亲像想要当面沟通。跟柯市长的整个沟通，我相信管道都是非常畅通的，只要大家善意的坐下来沟通。折中方案，大家都可以做好讨论，彼此之间一起共同面对。跟侯友宜当面谈，其实要见面不是不可以，回去考虑看看，能够赢才有用嘛。你合作没有不能赢，有什么用？啊，不过官体表示，甲国民党合作真复杂，甲郭台铭较简单。在过党73回生日遥散会照，心想事成，郭台铭也顺利接球。啊，不过是不是可能郭瓜配还是瓜郭配？伊话中有话。我跟柯主席一直是。很熟识的老朋友了。我曾经说过，马上就会拨云见日。我觉得今天的天气不错，我的心情也不错。郭台铭的方向，国民党提出的应该将总统选举改做2轮投票绝对多数制，因为有新的官定民代表提下的人数，是向提供每一个人400块奖金，也呼吁支持者照法度办理人数。服务无分党派，这真正就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的精神。民进党赖清德是到新北三峡连走2间公庙拜拜，也优待家己人的选情。暗时也去应和加这地区的党籍立委参选人郑明恩第一摆公开合体，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之前有掠着业者进口美国猪肉，也毋过标头说打讲这是加拿大来的。卫生单位已经有发业者，包括业者移送法办。伫市务署这边昨昏是召开记者会，因强调讲，这案件拢会当讲是算是标示无老实的案件，因为政府稽查2档半以来，无论是美国猪肉，也是其他国家进口的猪肉，咱政府拢无验出3肉种。卫生局人员到村口进行稽查，并且同时采检样品，看是不是含有3肉精来可多巴胺。因为食药署进行资料检举，讲有关食品通分公司涉嫌加美国进口的低卡因切片，产地标示改做加拿大，违反这个食安法，会以上检调来侦办。有涉嫌这个标示不实的问题哈，那我们这个跟桃园讨论完以后，他是用刑法255条做移送。255条就是商业诈欺啦，哈，简单讲就是诈欺的行为。食药署讲，对110年到即阵，总共查验24万5千多件猪肉原料原产地标示，有87件无合格，其中76件无标示，11件标示有错误，总计采罚金额是252万6千块，均并无检出任何猪肉含有内剂。由最近一直传出有美国猪肉标示有出问题，和外界集集有生产地嫌疑。外交部长吴钊燮18号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时，坦白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因为美国猪肉事件而出现，一寡忧虑也有冲击。是最近我们碰上的这个逆流，就是说把美猪形容是有食安问题的一个产品。那我想这个可能会造成台美之间的一个贸易上面的这个冲击。吴钊燮强调，美国在地协会已经发布声明，加上主席罗森伯格已经伫台湾，既然要甲美国有贸易协议，台湾人民、台湾政府甲台湾政党拢应该爱接受自由贸易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去新竹县，新竹县县政7家一大工地17半暝啊，又搁放弃，出现一个2公尺宽的坑，这已经是8月份以来这个建案第3届崩塌。县府即马要求建商要赶紧抢救，依法进前已经罚这个建商27万啊，那这届又搁会甲罚9万块。县政府嘛表示，伫危机无解除进前，拢袂使动工。
工地佫发生崩塌，警方赶紧抢修，防止范围佫扩大。新竹县的现场设计，一个工地17半暝佫发生崩塌，离厝长宽各2公尺的大坑，因为全台崩塌案件一直发生，互工地附近的住户是真烦恼。我跟处长跟科长拜托，让我用抢险计划把它做到水箱盖。那水箱盖完成，大概整个地下室就是稳定的。愿意提拨2000万的责任保证金，好，然后我们就放定存单在县政府这样。建商抢修佫提拨2000万责任保证金，定存予县政府。官府要求规期改图进程禁止复工。这建案为8月以来已经发生3摆崩塌，第一摆是8月1日，第二摆是10月15，是不到2天了后佫崩塌。官府进前罚17万，这摆佫罚9万。对一事一法的状况来讲，我们还是会针对昨天的这个状况再次开罚了哈。那目前本来就是勒令停工的状态。那未来因为为了整个基地周边的安全，也要求建商紧速提出一个抢险计划。在这边地下水比较高的一个地质环境里头呢，其实你应该是要用止水性良好的壁体，才可以避免漏水发生。那因为漏水之后呢，你就会把土沙从你这个道路的路基下方带出来，所以这造成附近的这个天坑的大小的这些孔洞呢相当多。官府邀请土木技师到场勘查，土木技师认为3摆崩塌拢甲基地开发的工法有关系，因为这个工地是地下水位较悬的地质环境，应该按有止水良好的壁体。不过建商用的工法免有效止水，才会致使崩塌一直发生，一定要赶紧抽水，维持一定的水位，避免灾情佫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中贸易战带动供应链衰微，咱经济部就表示，最近这几档咱台湾对东协的投资有明显的增加。亲像今年顶半年，咱台湾对东协的投资金额就美金20亿，这嘛是30档来头一届超过对中国的投资，已经成做咱对外投资的第1名。美中贸易战带动全球供应链大移转，也改变台商投资行为。根据经济部最新统计，加上今年顶半年，台湾对东协的投资金额是20亿美金，超过中国大陆，已经将做咱对外投资地区的头一位。也若咱高先生对中国的投资金额，对2020年、2021年的59亿美金顶下啊，到今年的顶半年，敢若剩19亿美金。这供应链移转了，像一些手机组装大厂也配合美国的要求嘛，资讯产品、电脑那部分，纺织本来就是长期就在那边布局。虽上，咱国对东协投资行业是真多元，不过也是以制造业为主，占将近40成。搁再来是金融保险业占23.5%，批发零售业占22.3%。这间国际物流公司更加在40多年前，中美贸易战开战进前就去东协设立据点。生产力其实应该都是在几百位以上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是使用 local hire。学者讲，东协近年来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加转型，投资产业已经对早期的农业、劳力密集的做鞋啊、成衣、食品加工、家具、脚踏车，到几年前开始有一寡资本密集，也是讲技术密集的产业，包含电子、ICT、电动车等，拢将是东协新兴起的产业。电子资通讯的产业啊等等，过去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了，包括这个越南哈，包括印度啊，那另外有一些大厂在马来西亚等等，这几年要不然就是新增加建厂，要不然就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去大量的这个扩充。不过，学者也讲，虽然世界各国倾向科学性的供应链，生产基地无放伫同一个国家，而且东协国家伫几年来快速吸收真侪外资，也不过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化、政策无稳定性也提悬，尤其是今年以来陆续出现的欠工人也有限电这个问题，拢互这个投资环境存在真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的外交部和农业部当年嘛，拢会甄选农业、水产甲畜牧业这领域有专业的青年大赛，去新南向的国家互相交流农业技术。真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办3档啊，也毋过伫今年又搁再恢复，按算的派人去印尼和菲律宾，除了交流农业技术，嘛希望咱这的青年大赛会当和当地新南向国家建立合作平台。挥动你的旗帜。农业青年大赛接过大旗，也当去新南向国家交流的动作。
但是外交部和农业部拢会定选农林畜牧背景的少年家，去新南向国家交流产业的经验发展。今年按算自10月底开始分做2团，前往印尼和菲律宾。农业部讲，嘛因为咱进前经历过巴西2个风波，要安怎去确保区县粮食的食安问题就愈重要。咱给能啦吼，我们的鸡蛋为什么这个新南向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到底它的那个意涵是什么？最主要就是能够在区域粮食安全方面互补，这个是非常重要。这届计共有24位农业青年大使要去进行交流，发挥因伫种植、变虫害防治，也个有养殖等等的专业背景。今年印尼团由第5届百大青农林兴华带领，另外菲律宾团是由有机种植背景的青农科营运来带团。因讲除了食安和推广台湾3小努力的做法，也希望有技术的交流。我们团队里面其实各个领域都有，就是我们像我们的种植嘛，农业啊，园艺种植，然后畜牧。然后水产养殖，我们团内刚好3个都有。如果说这个东西能够到那边的话，其实能够帮助到他们的收成。我们是希望说，去那边可以做一些栽培技术的交流，那更想要知道说，在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他们是怎么来因应。农业青年大使团队因希望会当和新南向国家建立合作平台，把台湾农业永续和环保的理念推广出去。外交部和农业部嘛期待透过国际交流，会当深化咱农业创新的能量。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镜头来中华远远乡公所要打造一个行政园区，因伫2005年的时就捌甲行政院申请一块1.8公顷的军方的用地，而且嘛向中央申请6000多万的经费，严过18档过去拢点足，迄块地即马搁囥伫遐拍远。监察院认为公所和负责监督的中华县政府拢有责任，所以伫昨昏通过对因的纠正。门口一个小所行入去，是旧式国军营舍，暗过内底便所玻璃破去，壁画甲乱糟糟，亲像拍远。这是伫中华县分恒乡中山路的分恒乡行政园区有电地，暗过民众讲10多年来拢无变过，拢是这个模样。外口伊拢无迄个叮当啦，安尼。本来讲要创民宿啊，但是这个民宿好像没有人住吧？哦，大家到上尾大边个呀。对不？啊，应该是还是维持这个现状啦，没什么改变。行政园区计划1.8公顷，早年是炮坪园区，分恒乡公所2005年用行政院申请半用土地，打算将公所搬过来，搁起乡镇博物馆、多用途广场、休闲园区等，搁向内政部、交通部、中华县政府申请6000多万补助征收。不过因为无完成土地变更，也无提条件无使用执照，园区拍远18年，监察院18经费，公所甲县府爱负责任，通过纠正案。那拨用土地也没有按照原来的拨用计划在使用，整个拨了土地将近20年，花了6000多万，就现在就等于闲置荒废在那边。彰化县政府它的上级督导机关，它也没有善尽它督导行政服务园区，也完全没达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纠正。分恒乡长林世平表示，这拢是前乡长的作为，目前爱等监会调查报告了后，才决定未来走向。也环保部分的所在已经提供给清洁队使用，环境要全人摒扫管理。在我接任之前，它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想说，在等这个调查之后，看怎么样，我们再来朝这个方向来处理的。即使没有把它荒废，你进去看，你也看到它其实都还很整洁，所以我们都是有打扫的，我们都是有专人在管理的。中华县府指出，乡公所今年6月才申请土地变更，目前在审查当中，会赶紧开发使用。国有财产署是讲，若公所无法度照原本向的计划使用，无排除废止收回。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有7议员接到民众的陈情，讲伫高山区的中山国小学校甲营养午餐3项菜1项汤，换做是芳甲凉水，尾也互囡仔炸转去。毋那一天是连续3天拢安尼，这是引起一寡家长不满。两块芳甲果食方便食，阁好炸，毋过当作营养午餐，恐惊互家长无法度接受。高雄高山中山国小8月30菜单原本是3菜1汤，小鱼新鲜煞变换做芳，连食3天，引起部分家长不满，向平台反映。小鱼先生他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吃过营养午餐，那为了他们的建立规矩，
而且当天我们的实验室到将近12点，所以我们有在网络上公布，就是当天会用餐盒的方式来取代。学校烦恼申请开学适应不良，加上风灾期间，业者惊物件歹保存，才改放方便囡仔早回去。高市目前工作手续认定对风灾者状况，经过学校同意换菜单，按过学校无通知家长参加午餐委员会违反定数，业者又将3天的餐费退还给家长。针对该校1年级开学午餐菜色内容及审核菜单程序不符合规定的部分，已责成学校检讨改进。也许他可以派人去学校看一下，看今天的营养午餐跟他所公布的营养午餐的菜色到底一不一样哦。我觉得这样的措施也是要做啦，因为可以就是说，第一个可以维护到整个学童他在饮食上面的一个安全跟营养。民代认为其他学校也可能面临同款的问题，学校家长应该建立明确的沟通机制，学校承诺改进。那未来需要换菜色，一定午餐委员会通过了后才实施。教育也提醒国校一定要遵守学校卫生法甲午餐工作手册，照规定办理营养午餐。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高雄有民众是翕到讲有一只公车骑一边，佮继续咧驶，甲影片翕落来了后，放起咧网络引起讨论。业者是对外解说讲，公车的骑一边是为着要互方便身心障碍者上车落车，只是讲司机骑一边了后，继续驶袂记哩甲车身调好正。骑一边，伊嘛强调骑一边是袂影响旅客也佮行车安全。影片当中的公车车身过往这边去，并驶伫车路中，民众上车了后，公车阁继续驶。这是伫南马溪车路，有民众看到公车外一边驶车，感觉真危险，甲影片放伫线顶，引起大家讨论。有民众认为公车是毋是要碰链，嘛感觉若是骑奥多麦伫公车边啊是真危险。就是高速行驶在路上的话，会觉得好像有点危险这样。公车有轮胎有一些被破坏，或者是缺陷，或者是可能公车超重了这样。如果我是骑在他旁边的骑士的话，我应该会觉得离他远一点会比较好。这样。实际来到客运公司，业者回应讲，会有这款设计是因为方便老大人，也是身心障碍者好上落车。同时会有这种状况，是因为司机刹车时袂记得将车身调转来，不过因为车身有安全装置，时速来到30公里就会自动恢复。所以无影响行车安全。他的驾驶来开车的时候他到站了，他按一开始让升降者可以方便下车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可能忘了按复归了，他要直接开了。可是这种车它有装置，它到30公里它就会做复归了。原来公车并无故障，这个体贴的设计是利用油压的系统，让车身会当骑一边，方便老大人也是身心障碍者。虽然车外一边，不过并未影响公车内底的民众。记者钟义辉、区昭勇高雄报道。台南市场古迹西市场已经修复完成，不过所有民众发现讲，伫古迹内底竟然哪有加树桶。市场处是回应讲，主要是有一寡大头毋捌伫古迹内底做过生意，所以无经验，因会去加强市场经营的教育。这栋建筑外观看起来新点点，兼有复古的风格。这是日本时代早期起的台南西市场，正前捌是全台湾上大的公有市场。2003年奉列作市场古迹，历经市场拄整修好，摊商有部分刷倒来摆搭。不过，所民众发现有摊商伫内底放地倒甲加速桶，明显有违规。另外一边的出入口嘛蹲一堆粪扫。速桶更伫公共所在迄度较袂。较袂使啊！无是啊吼，是讲爱食一个地安尼啦，伊随食了尔，咱嘛随收啊啦。那边有摊商出来倒杯回，市场处嘛回应，已经派人来清啊，来加强市场经营教育。那未来我们会加强所有摊商在古迹市场经营的一个教育。同款是8年的市啊，也有东菜市。近来传统市场面对连锁卖场的竞争压力，佮加上各种病毒、四界摊，地区经济民众就较少去市啊。有摊商的头家讲，营业额参因过比至少减3成，有摊商不得已只好做转型。即摆人食少所以销售量伊个销售额嘛拢会降低啊。没像以往讲遐尼也好啊，跳下降差不多2-3成。我们就是有做一些网购啦，
栽培啦。台南拢总有59座公有传统市场，为着要活化市场，市场组嘛规划推设多元招租方案，要招少年人来市场摆摊做生意，活化市场商机。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过去要做环境生态调查，知影这个环境内底有啥物款动物成分，是要用真侪时间，而且嘛真忝头。也毋过即马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有开发出 AI 的系统，会当透过分析声音，就当知影讲这个环境内底有啥物款动物。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果我们就可以去播放，然后看你可能要听的声音，这个叫草鸮。透过声音，就通知影附近有啥物动物。大自然当中有侪动物的声音。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推出一个 AI 系统 Silic， 民众会使家己录的声音交互 Silic， 就通知影附近有啥物动物。它1分钟可以分析1小时的资料。好，所以你数万小时的资料，它是短4-5个小时内，它就已经完成了。至少现在是有60倍的速度在分析。保持生物多样性，通维持生态正常，这也列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程度所讲，环境生态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育真重要的工课。Silic 系统通帮助研究人员调查，也通让一般的民众认识环境。提供给我们政府单位、学界，还有这个保育的相关的团体，甚至呢，现在在做公共工程深井的收集之后，快速的来辨识到底有哪些物种在这边活动。过去生态调查常靠人力到现场实际观察记录，但是这是真了时间也真忝。另外，还有设机器自动翕相的方法，但是范围并无亲像录音遐尔宽。程度所讲，Silic现主时会当认出184种动物的声音，准确度达到9成5。未来会继续增加数量甲处理的速度。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国立台湾图书馆最近有举办真侪汉诗的活动，除了有展览、有讲座，嘛有台语、客语、汉诗吟唱的比赛。亲像伫今年双十典礼顶悬，国庆大战就吟唱汉诗，互大家当了解汉诗伫台湾过去的历史，嘛引起汉诗的风潮，互真侪人注意到汉诗。看囡仔用素派台语播短剧，毋若心实嘛，互大家看到本土语言的推行成果。本土语是咱珍贵的资产。双十大典当中，杨烈用台语吟唱的《伊兰王》伫网络顶引起真侪讨论。按10月开始，汉诗推广特典伫国立台湾图书馆起稿，要展出汉诗的发展史，也要伫12月办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希望延续本土语言吟诗的关注热度。我们希望透过比赛，更落实在平常的素养中，所以明天开报名，12月好让全国的高中以下的学生来报名来比赛。立法院长尤锡坤指出，1950年代了后，独尊华语做国语，本土语言退出校园，一直到2018年国家语言发展法三读通过，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等等拢讲做国语，保障族群语言的传承、发展和公共传播。尤锡坤嘛感慨，有即卖成果是真无简单。国庆大会甲早大会秩序拢是国语嘛，咱即届至少伫内底有用台语来朗诵汉诗。而且佫有请杨烈安排杨烈来吟唱。我任期都佫3个月，任期要写进进前，看到这种成果，感觉真欢喜啦吼。台湾图书馆所办的汉诗吟唱系列活动，除了展览比赛，也佫有3场讲座。像经营外水来采访卖酱业黄进兰，也是其中的一场。望透过多元的活动，互本土语言生活化。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无人客停车今年8月份开始，已经伫美国旧金山地区24点钟咧营运，规港拢有200台无人客停车，若登记要叫车人客嘛，已经有10万人。伫 APP 顶面搜索地图顶面文字的上车所在，直接就显示单车时间。It shows 6-minute pickup。车接来就发现问题啊！停车所在唔知要哪上车，因为是无司机，我都叫伊开到头前，小闪一个照到上车。伫牛毛顶面试一个启动的开关，车就会开叮当咯。
虽然驾驶座是空的，无人伫开车，也过坐起是真自然。这是因为车顶装有 LiDAR 一种镭射探测，也个测试这个距离系统。拄着黄灯会停落来，连大路常常有人冲出来举停止牌，也应好好来处理。原来这个收费是以需求甲供给来竞争价格决定的，免收费出发的时阵报价甲实收的价格是同款，比优步也较好，所以民众的接受度是真高。不过2个月前，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批准无人机停车24小时应营运到即阵。不过却是定定听到有车骑伫路的这种交通状况。其实就是昨天，有一辆车子就在马路中间就停了，就在三藩市就停了。为什么呢？前面有一个大货车就停在前面，两边都停了车子，它停在前面，那这车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这个有一辆车子。他在转弯的时候就卡住了交流道，那我自己开车就往旁边绕过去，他呢就不知道怎么办。专家讲，这限制必须等到路的8成的汽车拢采用某一种自动驾驶系统，并且连上网络，因互相沟通了后，多切交通，将法度互这个无人机停车真正是真好用，达到安全无问题的城市再进化。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因为意大利 Vespa 奥多拜已经推出70多档哈，即马为着新的能源规定 ，Vespa 嘛推出油电混合甲电动车。因为活动，骑奥多拜的人开始踅罗马市区每一个重要的景点，尤其是坐伫咧奥多拜边仔的边车，欣赏这青年的古迹。对真侪在地意大利人来讲，若是无驾边车的奥多拜是普通式的交通工具。这个造型对真侪台湾人来讲印象真深，伊就是捌伫咧国内正流行的比亚乔 Vespa 牌子的奥多拜。创立伫咧1884年的比亚乔公司，二次大战的时阵为中心国之一的意大利生产军用的飞机。战后伫咧同民国严格限制下，比亚乔公司改造奥多拜，并且伫1946年生出第一代 Vespa 奥多拜。È un'icona perché racconta tutto ciò che è stato, perché quando ti fermi a parlare o quando tu magari ti fermi a prendere un caffè, si avvicina sempre qualcuno che ti dice ah mio nonno aveva la Vespa, ah mio papà aveva la Vespa e quindi la Vespa è parte di ciascuno di noi. Per me la Vespa rappresenta l'Italia, l'Italia, quando stai a Roma o in città italiane se non c'è la Vespa non stai in Italia. Questo spirito di libertà, di gioia, di camminare, di tutto. Ti fermi dove vuoi, queste strade che è senso unico, non senso unico, la Vespa invece poi, sai, esatto. Vespa 牌子唔那是意大利伫咧服装以外，另外一种流行时尚的象征。骑车人卡放伫咧头前的卡达邦，这种车身的结构也变做美亚奥多拜业者的标准。当然，伫咧欧洲地汽柴油车的规范愈来愈严格，小有比亚乔子公司的 Vespa 牌子也开始有电动版本，2000瓦的电池会当走100公里，若是油电混合的，就能走到200公里。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要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外岛21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咱再会。